们三人决定团结一心，结为异姓兄弟。300马福利金贱女人！我妈嘴讲这个想谁讲给啊？她是我妈妈。智慧真的没关系啊，过分，在不爽是不是？原先天书阿琼亏事，那目前天书阿虫啊，阿琼嘅同追是在喊发诶，得意的嘞，要不是因为我啊，哪有办法得到那奖状啊？阿姨就把阿松交给你们喽。快点啦！周小燕甩不出去啊！他已经在这边躺了2年多，他的家人一直不愿意出面照顾他，常常有一搭没一搭的，后来甚至还消失了。我知道他生下你之后就离开你们，也没有太联络你们，而且他一直在昏迷状态，根本不认得你。如果你不想负担他，我们也可以理解。只要办一些手续就好。我就在外面柜台。叫你不要来吗？chỉ làm trai say mê mà yêu nước em nỡ già nào em nỡ già nào trách mối tình ơi hỡi chàng chàng ơi hỡi người người ơi em nhớ tới chàng em nhớ tới chàng hãy nín nín đi con hãy ngủ ngủ đi con hỡi mà con hỡ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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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ỡi con.
又来嘞。呀。哦。點解啊？我上個月硬去邊上班。好啊。哦。好嘞。输給張佩。喂。是。哦。啊，好。我現在馬上過去。是。傅志明。傅志明。我喺哪呀？贝贝，你就先回去休息嘛，好不好？今天拿不到钱，我就死在这里。吴先生，这位北北说你妈欠他钱，怎么样都不肯走。你是秀兰的儿子吗？你看看，我只有一栋房子，被他卖掉了，退休金也领光了。我又穷，又老，我现在又生病，以后日子叫我怎么过？求你赶快把钱还给我好了。北北，你确定是他做的吗？化了婚我都认识他，假装跟我结婚，钱骗光就走了。有本事就骗有钱人嘛，骗我这个老头子干什么？真缺德！北北，你别激动嘛，你可以慢慢的把事情说给我们听吗？还要慢啊？还怎么慢？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慢？这是真的吗？这是假的吗？你看是真的吗？你叫我老头子给你跪下是不是？给跪下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还。思菲，你会送情书呢？谢谢。贝贝，你放心，他欠你的钱，我会负责。遭到事件發生嘅日，喺離淡水嘅網絡阿婆姚子外鎮係個行通無方便，偏上當時出門。今日暗部，黃先生在起步卡過後就潛到網絡阿婆嘅，雖然透過各種管道來潛夾尾，唔過閒係潛唔到，冇想到一分片就可以18年。都在房田不負苦心人，喺各方持續嘅大力協助之下，總算喺台南成功殺起嘅老年之家潛到嘅網絡阿婆。黃先生營業到銀行看到夾尾，就難得見叫，係個次夾尾一碗甜湯。黃先生檢查各級嘅天數，做到本期老夾尾再拜見面。稍後來看下一則新聞，台灣今年嘅青壯年人口外流嘅指數已經衝破嘅新高，投資人口結構太失衡。台灣已經係全球高齡化都市嘅第2名，政府係講無解決人口外流嘅問題，就會冇辦法改善現狀。你喺邊度廿尾真係危機公司上班係冇？老爺，我老闆把你本來落嘅第二本，將係結婚。你真係愛攞廿尾飯錢哦！一下就單唱一3年，你講我可唔可以行卡到你嚟投錢？叫我應該啥？你這下就愛飯哦！呢個馬街啊！呢度馬街。林培珍，老公，好了。你们这里真好玩，换婚纱还要自己换的。台湾大部分都还是这个样子的啦。
怎么样，漂亮吗？这超漂亮 ，This is made in France。而且钻石都是一颗一颗缝上去的。手工哦。超美的。我要这件。不错不错。这件多少钱？价钱打完折是这样哦。我觉得这套是好看啦，但是好像不够精致哈。不然我们换一下，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复古而且很优雅，还可以衬托你的气质。我们换个风格怎么样？开玩笑的啦！吓死我了！你喜欢这一套吗？那就这一套。OK。那我去戴头纱。好，你戴起来我看。小心台阶啊！喂，培珍吗？你等一下有空吗？没有，看你哪边方便，我哪里都好。是哦，那边我知道了。老公。好，那不我也是。再打电话。我了解。现在吗？好，那不好意思哦，我等一下回电话给您。好，谢谢。谁来的电话？客户那边希望我送个样品过去，我要不要推掉啊？不用啊，你过去啊。你今天都陪我大半天了，你过去吧，我自己一个人 OK 的。真的吗？真的。哎，你这人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啊？我都说了让你过去啊。我妈说了，男人一定要有事业心。我在这边随便挑挑别的，你先过去吧。最好了。好，那我等一下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好，你不要乱跑哈。好 ，OK， 来。阿朱哎，来啊，来坐下。爸妈，那要不要办个事情？你会骗我走了？董局阿爸托錢橋，見我做你啊？係啊，順便做嚟看老朋友啊。阿楚，你喺多多，韓先認真向我教嘅係記得冇？今日係我同鄉嘅姊妹啊。你同學一結婚咧，阿妮呢？朵朵你好，我是雅楚，好久不见了哦。他都长那么大了，胸怎么没有跟着长了？你做乜咁樣跟人家講噃？你長大了沒長老啊？你別跟路人。朵朵你好，我是雅楚，好久不见了哦。他都长那么大了，胸怎么没有跟着长了？你做乜咁樣跟人家講噃？你長大了沒長老啊？你別跟路人的。伯父伯母，我要先走了。Mau kemana sayang? Tunggu sebentar ya. Nanti enggak aku bilangin ya. Anak tante yang kurang pengertian. Nanti kita ngomong sama dia. Biarin aja sayang. Nanti tante marahin dia ya. Nanti kita ketemu lagi ya. 你做咩咁樣講噃？你咁樣講俾個唔同唔朋友你啲麼？那就讓人家的講，唔是按你硬情面，我按胸情。你唔係很細，你太了，你絕對傷到我。讓我去搞審犯，人家都唔是幹得多啦。我梗唔是幹人多，嚇！啊，香港人太 SK 了，做都拖布，你有做成你也有，要不然後頭有人罵。很多一年啊，只用非洲饲料做到安好，還上櫃上市呢。
然后都还快啲嘅時間好好做，都做得做嚟，做乜嘅？做推介咧，係嘛？公安懂中安哦，还没激发就会输类似的啊。你做咩安樣甲人爸講唄？人爸當路誒，叫愛你聽少，你做了聽少。迄路誒就唔是做誒，老去輸退去啊。做個有嘛好咯？個神風就會有出名的哦。啊，從細就本身生活神風有出名，就會因為不卡輸類似的。那個輸類似，個人都資源肥輸啦。我想兩個同學佢講係嘛？嚇，做台勞，做客車咧。好誒好誒好誒，唔是講誒，一講就上到個出名，上到就冇爽快。一個冇字啊嚇！唔可以隨見啦，聲言唔好講，唔可以講。台灣變咗你嘅下你啊嚇！嗨，不好意思，出来放风啊！算是了，不好意思。妈要的那个风湿药，我已经托人帮她买到了，改天带去给她。你看，几件衬衫在我那里，我再一起带去给她。你是不是1年没看牙了？要我帮你预约吗？我们公司在订那个你喜欢那个核桃糕，7折，你要几盒？培珍，你其实不用为我做那么多了。我妈的那个风湿药膏，她其实自己找朋友买就好了。然后衬衫你就把它丢了。另外我已经有新的牙医师，然后他也跟我说，平常不要吃太多甜的东西，所以就不麻烦。嗯。不过还是谢谢哦，谢谢。我只是习惯了，你不要误会。喂，曉妍哦，嘿，好啊，做得啦，東強，好啊，老幾個，好，加油，拜拜。你知道吗？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最想念的就是老板娘的麻酱面。你每次回台湾都这样匆匆忙忙的。哪有时间来这里吃？对不起。都到这个地步，说对不起有意义吗？哦，你要把按叫冇看到，啊結婚嘛？唔會啦。而家香省嘅仲有冇結婚嘅？我買奇怪啦，哦。香省嘅有結婚。謝謝你為我做那麼多，可是真的有一點太多了啦。為你做再多，你還不是離開我？對不起。不要再說對不起了，都已經過那麼久了，沒差了。但是我真的還是要謝謝你幫我，謝謝你這樣願意幫我，因為如果沒有你幫忙的話，我真的還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辦。上輩子欠你的。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他哪一點贏我？你在講這個有什麼意義嗎？沒有意義啊。我只想知道，你可以告訴我嗎？我可以說不嗎？那就是他，哦，這樣說嘛，我需要一個我可以去照顧，然後我可以疼愛的女人。所以我不可以讓你疼愛。我們交往8年，我不可以讓你照顧。對，我不是這個意。你太像我媽了嘛！你太像我媽了嘛！就是你從我髮型長什麼樣子，到我的衣服應該要穿什麼，我的襪子，我爸媽的吃穿，到我應該要交什麼樣的朋友，你全都要管啊！我或許管太多了，
但是我们从一开始交往就是这样子啦，对吧？对，我知道啊。可是我们在一起8年呢，这8年你应该有时间可以调整，可以改变吧？可是没有啊，你还是只想要做你自己啊。我当然要做我自己，不然我要怎样？难道我变成你吗？哎，何东强，你怎么变成这样啊？我为你做那么多，到最后只是给你一个嫌弃我的点，是不是？吃个饭不需要这样吵架，不想要再跟以前一样。是啊。吃不下来。喂。哎，妹妹，你端咖啡也会端成这样哦？不好意思。都洒成这样，第2杯嘞，你再要换几杯啊？老板娘之前训练不够哦。小厨，收你了。哎，换1杯就好了，快。好了。安雅的事情 OK 吗？冇問題的。要乜嘢？我挑班朋友啦。哦，董強啊，最近董強啊唔係啊？老佢講啦，挑班兄弟較唔錯，不過吼，其實都冇考慮這答應來。唔看，喂，唔有自己講馬街啊？冇啦，那邊講法唔對啦。捱爭唔兄弟咧，哎，唔有我去看父子film冇？父子戲。人家看到阿強家妹，我留佢飛身。家妹一天當艱苦嘅啦，我看原來啊。阿松妈妈，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阿松。你来干嘛？我现在不想看到你。對不起，是我沒有把小孩教好，是我的錯。阿松雖然有病，可是他跟你們一樣哦，有權利活在世界上。你們這樣對他，你們都不會良心不安呢？不怕以後天打雷劈呀？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警告你哦，我們家阿松要是有什麼事的話，我要你們一命償一命。阿松媽媽，這只是個意外啦。他平常也很熱心，他絕對不是故意要害阿松跌倒的。我相信你兒子一定很快會好起來哦，這是一點意思啦。阿松媽媽，對不起。為什麼要那麼雞婆啊？阿松要是出事，我要怎麼辦？不要這樣！你告訴我！阿松媽媽，不要這樣！不要！记者所在的位置就在发生国中生意外坠楼的学校门口。日前发生的意外事件中，3个关键性学童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这一起意外是不是对同学造成了什么阴影或影响？让我来访问同学看看。同学，请问你对学校的坠楼意外有什么看法？我就是觉得，你可以说他们太自不量力了啊。来，那我们再一次啊，来5、4、3。我觉得他们太自不量力了。但是我觉得，李哥换这位同学特写哦。同学，那请问你认识犯错的这3位同学吗？
不认识。哎，你不要讲不认识嘛，你就讲说隔壁班的，然后会常常见面啊。就隔壁班，然后偶尔下课会见面。那事情发生后，他们有跟你说过什么吗？没有哎。好讲问候都会记赞呢，用啊啥？天一啊。唔系挖苦，真爱去土墙啊！長夾嘅講嘅嘢唔可以查，唔可以聽數，我看自己有按年能力，唔從細就好聽數，日聽幾日聽，日下嚟，好笑。大學嘅同學哦，長啲線上嘅體諒下，留日嘅下到牙科病房，留聽講把歐名嘅同學來欺負我。我討論下三十幾種成吼，但是吼一天俾到錢啦，冇呢，冇你呢度學個教訓咧。花唔俾人哋講嘅樣，我呢年唔係嚟聽留關成成督察快，見到其實當單純啊。幾日就上去單純啦，33年呢，佢三十幾種成，但是吼一睇有太年嘅思想。沒事，不用太擔心，沒事的。我知道，謝謝。我係講起講做，後面還有佢嘅地方嘅見面。做好啲年冇，點都唔會攀住群上。我呢年輸到按你對睇出表示啊，沙飛家姐已經全部都冇睇的。冇年你咪講第三法做啲壞事情啊，做老有天數啊，唔想看咧，一出事情啊，你就死出嚟啊，跟咩3年3年。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下课。起，敬礼。谢谢老师。待会胡志辉、何荣强还有那个潘旭初，你们3个跟老师到会议室哦。杀人未遂，罪很大嘛，关很多年。哎，你们干嘛这样啊？你们明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你们这是为了很团结吧？你们该不会要杀了我吧？我好怕。就像你不要再讲了，你闭嘴啦！知道讲怎样？好了，不用讲，我们走了。哦好。可能係免贏，人哋推病，人哋問個師長嚟搶，可能對方嘅腿加佢幾多，人哋做嘅分別是怎麼樣？我就問個製作嚟講，我哋講係。係啦，教授，目下生人哋做唔錯事情，我喺度絕對有誠意來非實力來計價啦。睇緊用嘅錢哦，我冇意見啦。今本日請3位家長來，這個老唔着參詳看啊，按你學校嘅做法。希望大家唔好個接受媒體嘅訪問咧，全部由學校統一回答。你哋啥同意冇？假是有天使腿大，要不要講來啦？你講學校處理唔得啦，也邊還用來啦？侯先生，學校鴉片係希望做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用最安全的方式來保護你的小孩，還有
为着要分阿强甲阿妹一只交胎，因为福高掠骗结婚的，对做唔错的事哦，不记得啥，日啥一只太高。太高呢，太高呢，点啦，也包要处理啦。阿强离遐还伫家父偏房咧，迄其实得好起来，他可是冇事情呀。他爸要做在小哥啊，迄讲有叫乜该翻译，也是唔迄几个是做在该做的事情哦。希望太一家要有只心理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哦。看样还没出来讲啊，对无？看叫付费拍的，还咧骂人，乜关系？我总要做得啦，我登记啦。真叫我几个呀？我技术比机啊，我处理一下嘛，这冇用啊。不是啊，你谁往小的嘛？我摸自己有数的，我让讲你把那是死啦。掉给。哎，请你处理一下。我请阿凤啊，哎，阿凤牙签也没人给我。哎呀，我跟冇效都冇得事。唉，哎，阿讲啊，皮球啊，现在话去读书啊。林用了吗？没事情哈。唔对，我应该去医院看阿强。拄阮你啊，公妈该一天数记，无看过安那大的人啊。几个呢？汉拜娘家散。哎，你着弄拄关师费啊？嘿么？爱关五哦。妈该3剑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屁嘞，谁为我啊？早就唔上天数记的。这种用上一枪用迄应该的，好心无好报。听讲呢，那迄老高中讲，全部都会来做成的，咱们就无关系。我都看唔上嘛该啊，也就不用退哦。你迄脑残，还迄智障，高中都办奖本演着，机会先唔讲的哦。本意几个。内面恁的啦，毋过恁录音汉白唔会分来呢。迄讲假方式，我妈该假方式，事情就会发生诶。师肥。我唔用听他，只有够衰，唔够妈该啦。妈该了，妈该了。哦，你对啊。朱晓燕讲，天数期摘之后，希望期结结好。错啊，爱听人讲，摘越多，效果越好哦。好啊，不过，那不会。无相干啦，爱讲你。好啊。志伟，来3秒看秀出有3秒吗？好啊。来，按钮。搁在一道。
真紧动哪打呢？呛题林如云，林如云，林如云根本就唔爱反击啊！哎呦，迄厝谈的咩啊？佮哪有谈恋爱？佮哦，佮迄单恋。董强，袂搞咧，叫来天数杂志好。等一下啦，子飞，廿天咯动毛呢，只有动漫。20个时节，新君都爱念，阿强个son较加好，老娘个念梦透过之后，带到天堂本神明。唔过消费嘅用是天数阿强吗？唔会啊。唔过海家都讲你家暴，唔知佢唔消费。做个记好起来，就证明哪些错嘅。等记好诶，你还买天数记吗？会啊，迄讲记爱爱天数记。你做嘛该按好啊？哪有记好？阿强家妹还袂欠无？伊当欠，还打呢。毋过做阿妹拄迄按用啦。你真经无看过阿妹哦？无。你会相机无？会啊。毋过毋伫家用诶，爱用会上。计你会演技无？应该袂啦。毋过，我知道你会演两技。你用会伫？因为佢迄阿妹啊，阿妹迄讲伫母骹，佢就做底平，老你上盘法。去送之后好无？你也好？错。阿强所有都会留给做父母。阿强听说袂啦。杨叔，淋雨啦，淋雨啦！你为什么牵他手？干嘛啦？我都看到你跟他在一起。那又怎样？走开！到底要还是要我？我再说一次，走开！你要还是要我？我数到3，马上离开球场。到底要还是要我？你到底要还是要我？2，你到底要还是要我？出去。是我先甩你的，是我先不要你的，我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要不然给我口饭茶啊？你下看。
内底听到咧许多阿像事情的样效，不过唔按时。谭校主，你懂呢？唔知啊，你下面。用的呢？他可不可以吐出跟你跟我说？你是兄弟没擀面？按的有意义嘿。当然咯。朱老师，阿松死了，阿松死了。谭校主，你懂呢？唔知啊。你下面。用的呢？他可不可以吐出跟你跟我说？你是兄弟没擀面？按的有意义嘿。当然咯。所以要科子有问题，朱老师，阿松死了，阿松死了，校长请你过去一下。哦，好。高总，啊，我会啊，阿雄没事情哦。阿天，哦，好。各位阿总，太家辛苦了。我相信太家妹冇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也唔是讲很多啦，讲个米方的事情，我让我巧上手的。你好搞两片，要不协助各位家长，让阿雄的阿妹参详协调。因为我搞天台按旧还蛮账号咯，啊，所以你的时候都唔会发生安尼的事情的，系冇？对啊，因为我按班那个账号。相关的工厂已经发包咧，阿雄迄有乜个问题？其实咧，请学校的先生天数啊。学校没有付经验，种种咧，马上就喊家长就开，错冇？系啊。学校要付的责任，也要全部要付。不过，还要看阿雄家阿妹样板人去想。校长，唔免讲我推出假声音的讲法啦。全是挨妈有讲伫啊，但迄样的妈妈唔落实。迄讲老人天数啊，要本人发，今日世界乃要有乜个好人啊？出家干出家事情就好个啊。错啊，冇天良唔当好个。细后做好事，迄无唔错。阿强的事，咩係真实的啊？你的大佬阿强嘅阿妹，细细看看啊。校长，阿松的妈妈到学校来了。哦，崔先生，你真高兴啊！好，各位家长，还是先来去啊。我就要伫阿强阿妈立场啦。我着呢，骂啥姑？哎呀，卖人我就笑。阿强，都今仔就要面头前结死，今仔就做当艰苦的，今仔就让脱骨状天天的，敢会做到安的？今仔就本来迄好意，而老人天数，乃提讲事情我咩都安的。哎，迄啦，我那事情啊，对方都保守那样，拜托呀，老搞呀，啊，赔钱了，哦，叫你讲我赔几多？好嘢，好解释，你阿怎样讲？
你妈妈，你们来干什么？杀人凶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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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不要这样子，过来！你妈妈不要这样子，过来！跟我一起磕头！过来！你妈妈不要激动，过来！给他磕头！给他磕头！跟阿叔道歉！阿忠，对不起，把我儿子还给我！阿忠，对不起，你妈妈不要太激动，要保重身体啊。妈妈，对不起，阿忠，对不起，你要保重身体，你不要太激动了，你妈妈。也丢钱，阿琼叔会动吗？佢有冇会听通，用会哪弄？只会唔神心神意，佢就输会动。还会小亚嘅？皮都变出鬼，唔使用轮椅啊！还要出，你这个动不偏呢？表演嚟，拿半幾頂。当你多多给搞，用哎，我老不卡手提下。反正不卡都会热死。咁乜計？我的父母安泰，这个不可以扣来回所穷，那才怎么办？凉拌炒鸡蛋。咁乜計法？懂通哎。通？啊？没有讲通哦。我搞自己也蛮给给呢，啊不看人面压条出来，用哎，你出水了被水挨下。所以啦，雖然冇事情都好嚟啦。冇事情都好，啊？你會搞貨？唔會搞貨啊，係小影子。小影子？阿啥講嘅？阿爸爸妹，開始啦。
爸，你做来了。你过来吃饭啊。有，那3秒我买到啊？无啦，吃饭啦。记晓得哇，已经要很赔钱了。一生人，穿到也见唔上屋。迄讲记晓头一向陪同道的话，捐课就买屋。爸，歹势啦。唔要无做唔错。迄讲唔去做坏事，去头去抢，爱喊做得慢，天数呢，也揾咩头啊？爸系怪出家，冇办法存钱，冇能力去陪你。係點係好意，要萬事。这边，做马叫了，这个不会听错。冇相干啦，看起来都一样的了，唔是这样啦哈。很痛苦，你那还是阿秋。不要紧啦，爸会想办法。就算买屋的，爸也干。我，好嘞，冇叫嘞。不是这样，爸会想办法。别有当天下全身正直，还挺会写啊！讲一下，走开啦！走开啦！走开啦！走开！走开啦！你要不要长相？这样看，你这样走开！你那边水好水，对，拉进来哈，过来。爸拍一下，阿忠不是他们害死的。
这新闻报大。那有没有说要赔多少？还是要不要被关？干嘛啊？干嘛？生气哦？又要杀人了？不要杀人了！哎，你们的爸爸又来了。印象啊，印给小你让户，可别嘛事。刚刚证实不幸坠楼身亡的阿松母亲已经决定向3位长期帮助她的同班同学提告并求偿。3位同学的家长现在正和校方讨论相关事宜，至今尚未回应。如果有任何后续消息，本台记者会立即为您连线做报道。走开了，我要回家了。你说一下你的感想。你们谁看到他推下去的啊？小心我告你们哦！再不走我会报警了，我跟你讲，记者都可以乱写了。走开啦！你看呢？你看呢？你妈记者写嘛写？那事情哪样样啊？啊？写完咱报问题嘛？看伊情，看待。一小突然写嘛写？啥40岁人说啊？做俩青春命，马当也不家己走，请要特殊请怪，望伫咱表扬台词。哎，生人的也唔免调试的咩？慢人哋讲，遮就吞树我吞到安。哎，你是有讲的，看起来哈，听说会火给啦。叫人注意哦，哦，对方开嘅赔偿金哦，他会动高哦。赔偿金？讲到赔偿金，我那伙计掉啊，伙计，这样是讲好啊，他拖就好好敲嘛，啊，干嘛公正的？放在市民代表行的意见，那总要做属实啊，忙得3秒还是只有一个，不是讲的啦。来，这个嘛，这个。哎，副警察。你知道呢？哎呀，无通目的事啦，妈唔伫讲我抢历史也系安样的，人家都讲样的，重要的啦，吼。真给我赔偿金，哪意见呢？出家生人做唔错事情，该当爱赔就爱赔咩？他家就会做牙嘅。慢人慢唔想多到安的事情啊！这条记者同犯呢？怎么该记者着讲，因迄条诗的，明明就唔系啊。错，黑某人所以只跟阿琼这么改。不是差几多啦？来试试歌咧。爸没安吃噻。把梅案之身，我证件哦，证件係冇證件哦。嗯。这边，来试试歌啊。哦，好。按这些办没？冇想按到，聽講亦都冇事情咧。好。唔掉我去看付子费嘛，佢都送啞辦呢。
有喊不去啦。伊很带你演哪个地方诶？抽啊！外头有冇办法？冇听说经常攞外头联络啊？系啊。有问哦，你就系向天呢？哎呀，边手啊！係。对。好啊。你确定那一套会 OK 吗？这里，那位欣赏讲爱情吧没？你是？你要干嘛？他是没有养过我一天的老布啦。你是谁？喂，你到底要干嘛？我只是趁他现在还有口气在，想要让他签下抛弃继承声明啊。她是你妈妈耶，你弃养她就算了，还要她放弃什么继承？有没有良心啊？不懂别人教书你就闭嘴啦！喂，这位先生也是他儿子哦，现在所有的医药费、生活费都是他在负担的。那你应该懂我的感受。这女人从生下我就跟别的男人跑了，前一阵子还有一个饶荣敏跑来哭，说骗了他的钱。这种母亲就丢脸丢到家了啦！你闭嘴！再怎么样，她也是你妈。我妈要怎样？我来。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当母亲？来，大卫。見係咩？婆婆喜欢吃什么水果？都好、啊。苹果她喜不喜欢？苹果好啊，苹果好吃啊。再拿一个苹果。哎，那你爸？你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哎，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他的事我们少管。他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都习惯了，也改不了了。那怎么能这样？你婆婆太可怜了。好了，不要管他们。哎，买水果。小心。哎，妈，来啦！回来了。我刚才看到外面爸抱着一个女人呢。买了什么？哈密瓜凤梨。哦，先拿进去啊。妈，
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啊？你就这样纵容下去吗？你这样对东强也不是个好例子哎。晴晴啊，妈跟你说啊，女人结了婚之后啊，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啊，可是到头来啊，是什么也没有争到，什么也没改变。那你就可以眼睁睁看着他在外面鬼混吗？他会回家就好啦。你以后啊，有了小孩你就懂了。我小孩我自己可以养啊，我又不是养不起。话是这么说没错啦，尤其这几年家乡啊发展的特别好，妈相信你绝对有能力可以养得起自己的孩子的，而且我还可以照顾妈呢。不过啊，话说回来啦，我跟你爸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现在也老了。如果我再把他这一点点的自尊都给剥夺了的话，他也真没什么活下去的理由啊。你爸呀，他现在啊，你想想看，他除了在外头鬼混，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喝酒，他有什么优点吗？哎，好像真没有啊。天哪，妈，你还能笑得出来，我真是服了。哎，你啊，还是不懂啊。好了好了，走走，去洗手吃饭了。来来来，吃水果了，吃水果了。谢谢妈。凤梨啊，等办公之后再吃。啊。来拿。哎，妈，你吃一个苹果，我今天特意给你买的。好。看起来很好吃啊。爸，我今天下午看见你了，而且还搂着一个女的。又没怎样。不要说，不要说了。不行，我一定要说清楚，我们以后是一家人呢。姐姐不要讲。这个一家人对不对？嗯。现在是怎样？媳妇开始管公公了了。来了啊，你出来。欣欣，你过来。莫名其妙。爸，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伤害你的家庭，伤害你的家人。好了啦。过来。好了好了。哎，现在是怎样了啊？你还没踏进我家大门一步呢，你就要管我啊？我是嫁儿子还是娶媳妇啊？我告诉你，何东强是我儿子，我是何东强他爸，他到现在还是姓何，没有改姓你家的高。好了，不要再讲了。哪句话要讲呢？你们两个才认识1年而已，我可是养他20几年呢。啊，当初他读国中的时候，啊，发生了大事情，要不是我动用黑白两道势力啊，爸，他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杀人犯。什么杀人犯？你太丑过了呢！按佢嘅事情講幾多買呢？何东强，你今天最好跟我说清楚。可是我不想讲这件事情。好，你好，你不说好，不说。哎，你要去哪？你要去哪里？你不要碰我，我要走。你要去哪里？你就走去哪里嘛。等你自己想说实话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不然婚也不用结了。晴晴，这样，中华这。你还知唔出喐嘅係？哈？按叫嘅事情還講幾多萬啊？哪句話講呢？我所必地，你都不看喊你來做主，我喊你做阿爸，有地數啊，有準衝啊。我本人準衝啊，就會做好用啊。那是留面子本你哦。面子，面子等於多錢？面子。槍在死在天天啊！有。等佢開外啦，我朋友還要叫妹接觸一些飯，你有時間冇？唔會啦，老唔講唔好得基數碼四妹本嚟。
还有咩唔好硬讲啊咩垃圾虫的事情，啊唔好转移的啦。Agaknya pa ke phun ji heo, ji chit ta phin bui to liao phủi so chong, yang bai ju kim pu nhiệt. Đi kia nhìn lại chân tao ngày tên yin này bên, yu có hồ lệ, cho ai nhỉ có hi bằng mạng à, nhỉ tim mỏ. 老唔讲啊，唔爱咩？佢做那个垃圾虫的事情那记啊，佢做那个出老虎人迄啊，又咩眼的事情？mà ai cho à? Nhỉ còn mà ai chiêu? Yu to chiêu mỏ? Nhỉ con mà cái con chiên chiêu lại? 个垃圾虫就会出啊，啊，从小就不用社会出，佢东桥佢这边咩社会人点啊？佢都冇讲听听呢，佢听完咩讲咪会出？ Yu mày sao con nhỉ bấy chiêu? Nhỉ chỉ cả con nhỉ chỉ cả bấy chiêu nhỉ tim mỏ? Nhỉ con kia xếp nhện này hẳn chết con nhỉ chỉ cả chiêu? Ngay cả nhỉ con chiên chiêu lại hả? Đi ẩm men là sập chồng, lấy phủi soi chồng nhỉ tim mỏ? Mấy thập nhỉ này? 回来，妈。晴晴，晴晴，你听我讲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嘛，那件事情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啦。哎，何东强，你脑子瓦塌了？你开国际玩笑呢？还有点深嘞！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会不会有一天抱着一个小孩叫你爸爸呢？哪有什么小孩啊？我怎么知道？就没有小孩啊。那你说，你有没有杀人？你不要听我爸乱讲，而且那个也不是杀人。那就是有了。何东强，我再给你一天晚上，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有多少事情没跟我说？我不是在乎你的过去，我只不希望你把谎言带到我们生活里。我需要冷静一下，我只要住饭店。可是明天就是婚礼了耶。你放心，我会回来的。我不是女孩，我是女人。 家人没错，是他哎，我想要选何东强啊。何东强，那个他硬看。小心哦。哎，他们轮椅耶。小心哦。很热心的啊，他们对阿森好，真的。哎，注意一下他脚，注意一下。有中国强，怎么今天这么关心我啊？哎，小心，小心他脚。好。哦，买那么久。愁死。走了。 你录音啦！哦，快去出，做什么？小心一点喂，干嘛？这做什么啊？录音找他喝饮料。你要喝饮料吗？要。那要帮你拿包包吗？不用啦。哎呀，人家根本不吃你这套，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都是你们呐，真是的。还你。 当初冇法度赚到以前哟哦，落先勾引的哦。你们不要再欺负他们了啦！你讲牙真定赚去了，妈，照顾你。福子肥毛阿妹，几妹懂好啊？是你啊！你会还想要这样帮助别人吗？借过，对不起。不要靠近我，是变态。我现在啊，谁神呐？压这帮个小神啊！哪张我会压在烂匪除虫啦？哎呀，帅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我想你呀、哎呀，人家会不好意思哎。你可以收养我吗？